还有一点点仔时间，咱敬拜的时间都要到。利用即个一点点仔的时间，咱安静咱的心，准备有备咱的心来朝见咱的主上帝。伊讲，清心的人要看见上帝，所以你的心若还袂清的，请你伫用祈祷交代、交托咱的主上帝，咱的主耶稣。伊会听咱出声的祈祷，伊嘛听咱心内细声的祈祷，将你所需要的。将你所想的，爱主甲你完成的，交代互伊，因为伊是逐工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圣经上这样说，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你尽可放心，你通放心，好胆来到伊面前，甲伊求讨。万军的耶和华，我的主，我的上帝，感谢你，逐日来看顾，对年头到伫今仔日，我拢伫你的保守内底，你稳定、奇妙、疼痛内底，阮得到帮赞，阮得到你的保守、保护。感谢你听阮到安尼，阮知阮一生的日子。伫你的手中，阮知，阮若无对你求讨智慧，阮都袂晓得来算家己的日子是怎样。搁伫你所定着的日子，阮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用欢喜的心、感恩的心，献上阮的感谢伫你的面前。感谢你用耶稣牺牲家己来当价救赎阮。感谢你用耶稣的出世，互阮得到救赎。感谢你，感谢你为阮备办的恩典到遮尔多。感谢你听阮的祈祷，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咱要用信用告别来开始咱今仔日的敬拜。信用告别，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基督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前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就去担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饼。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就替伊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兄弟平安，真欢喜伫这分别最圣的日子，甲你做伙来敬拜阿罗咱的主上帝。感谢主恩典。感谢伊奇妙开力，逐工甲咱保守保护。感谢上帝，每日无停地照顾咱。咱用感恩的心来吟这首，靠主恩典奇妙开力地保护。靠主。
走的时阵，咱来回想你踮伫这个世间主所赐予咱的日子是怎样？是灿烂，是光明，还是艰苦困逼？无论安怎，主纪念咱一生的日子，咱来听第3节。你所听乎我可悲到满心来，上帝真奇妙地了解，我要感恩对你伸手来加手，因为这是主的疼爱我意。你所听乎我可悲到满心来，上帝真的我的了解，我要感恩对你伸手来加手，因为这是主的疼爱我有。靠主稳定奇妙开来。主稳定为了地的保护，全心健康，主上拜的路，我在兄弟你不停地交托，大内心的真主亲切感谢主上帝，你稳定奇妙开力地保护，互阮伫凶恶的路径，会当靠你搁较赢。阮所经过的日子，若无你做伴，若无你做阮避难所，阮就无法度来背即个重担。虽然你的旨意阮无法得了解，总是你听互阮的背。阮要用感恩的心，也对你的圣手来接受，因为阮深信主你会听从保守阮。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恩三甲做回来，学罗伊看过咱的苦难，伊拯救咱，咱就感谢献互伊。我拢要来啊啦，连我痴心拢要来啊啦，大海加起水，拢要啊啦耶和华。我三小三拢要来啊啦，连我痴心总要来啊啦，万年的牵挂，拢要啊啦耶和华。再一摆，甲大山小山做伙来学咯。我痴心拢要来啊啦，大海加起水，总要啊啦耶和华。多少小山拢要来啊啦，我痴心拢要来啊啦，望你别说我，总要啊啦耶和华。咱做伙起立，哈利路亚，来。哈利路亚。
甲伊讲，真欢喜甲你做伙敬拜。欢迎甲你做伙敬拜，欢迎甲你做伙敬拜，欢迎甲你做伙敬拜，真欢喜甲你做伙敬拜。来，我要专心专意来听主。我要专心专心献予主，我的每一天充满喜乐的生活。我要专心专意敬拜主，我要欢喜欢喜乐乐主，我的每一天充满喜乐的生活。哈利路亚！我要唱歌。将普我声归予咱荣光的主上帝，愿一切荣耀拢归予伊，请坐。伊看顾咱的苦难，伊拯救咱，为咱变冤屈，救赎咱，照伊的话，将咱来救活。感谢伊，感谢伊，所以咱着献上咱的感恩的心来吟，用感恩的心来吟这首。我献上感谢。属于你，我献上感谢，因真站在于你，只愿不断感谢，定睛仰望你。各一摆，我献上感谢，我献上感谢，因你恩典满溢，谦卑你面前，万世界属于你，我献上感谢，因真站在于你，只愿不断感谢，定睛仰望你。我感谢你，耶稣。手，跟耶稣讲，耶稣，我感谢你，耶稣，我感谢你。
勇敢的心来言，我献上感谢。献上感谢，因你恩典满溢，谦卑你面前，万世界属于你，我献上感谢，因称赞在于你，只愿不断感谢。毕竟仰望你，我感谢你，耶稣，承受你生命，你的慈爱存到永远。我感谢你，耶稣，因你的微笑，你的心事，直到万代。用感谢进入他的门。要以感谢进入你的门，要以赞美进入你的院，要以感谢进入你的门，要以赞美进入你的个一摆，宣告用感谢进入你的门。感谢进入你的门，要以赞美进入你的院，感谢耶要稣，以感谢进入你的门，要以赞美进入你的院。我感谢你，耶稣，因为你是值得我们称颂的神。感谢你，耶稣，承受你生命，你的慈爱存到永远。我感谢你，耶稣，因你本为善，你的心事直到万代，你的信实直到万代。你的心事直到万代。阿门。主你的名是通得愿学落的，你的名是圣的，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无将你的应允无赐予阮。阮感谢你，阮感谢你的恩惠是安尼款待你所拣选的百姓。阮感谢你，你的恩典是为着困苦的人所有办的。阮真欢喜来到你的面前，阮愿意面你，阮愿意求你帮助阮行伫你的光明中，帮助阮各位伫什么境况拢会当信靠主你。感谢你听阮讲济，听阮讲亲，愿阮拢会搁听你。阮信无够的所在，求主你来帮助阮，相信你所赐的保惠师，求愿你求你，互信心、智慧、保
保惠师来保守阮所经过的路站。阮愿意将今仔日的讲台交托伫你的面前，愿你的话成做阮的帮站，互听的、讲的拢得到利益，造就人荣光你的名。愿你的旨意行伫地上，也亲像行伫天灵。愿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咱继续为周报内底公道的事项来祈祷。这是咱公道的时间，咱做伙献开咱的周报，为着咱的有感动的公道的事项，咱做伙开声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因为你的慈爱永远伫地，恳求宝贵的信心，引带阮今仔日的礼拜，互阮会当每一个人拢尊主你最大。嘛求你阮台湾的牧者吴牧师，赐下真理的话语，搁一摆的来深造阮逐个人的信仰。主，阮感谢你一路带领教会，伫这社区营业班的时间顶悬，拢有上帝你恩手的扶持。愿信心你保守所有参加这个营业营的儿童，一生因拢会当行伫主你所欢喜的道路顶悬，一生拢会当蒙受主你的祝福。主，我嘛为着教会中得到主你的医治的肢体，献上阮的感谢，也为着目前身体有病痛、心内忧闷的兄姐，阮求你用你的怜悯、慈爱看顾因，用你的大宽容来医治因，信心你的快乐来安慰因，互因会通赢过病痛的痛苦，早日得到健康。求你嘛，互因有信心、甲耐心，有喜乐、甲活泼的心智。经过这款艰难的日子，求你互因会当早日恢复勇健来敬拜你，用因的健康来荣光你的性命。愿咱的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这是咱做伙来启印，记载伫启印文63篇。神是对五万的事有把握，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古早人因为这个神得到上帝认定接纳。对神，咱知宇宙是对上帝的话创造的。安尼看袂到的，是对看袂到的来做的。对神，阿伯比加因献较好的祭物予上帝。对这个神，伊得到上帝认定接纳做义人。虽然阿伯已经死，通过这个神，伊了得讲话。对神，伊若无经验死，受牵刷去上帝遐。人无可看到伊，因为上帝把伊牵刷去。
因我受牵线以前，已经互上帝认真接纳，无信就袂当互上帝欢喜。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着信上帝的存在。搁信伊会互找着伊的人得到报赏。对神挪啊，对也未看到的事，有听上帝的警告。存敬畏的心，做一只大船，救伊全家。对即个神，伊定世间人的罪。搁根据即个信，伊请做义的继承人。对神，阿伯拉罕受雕去伫要身受做产业的地时，虽然毋知要去倒位，了久伊有顺坦出去。遐个人通过因的信，拢得到上帝认真接纳。毋过无得到所应允的，因为上帝为着咱有较好的安排。伊的旨意是爱遮个人甲人有份伫即个安排。安尼所信的才会当完全实现。这是咱要邀请新歌队来献诗，今仔日因要学乐的诗歌是《稳定教业》。
感谢主，上帝稳定教夜，咱逐工来用。好，接着是咱消息报告的时间，咱做伙掀开咱的周报，来看咱教会消息报告。第一点，请咱同心为31号的台风所造成的台湾地区的损害来代祷，愿主赏赐，予咱的人民会当有智慧、帮助甲恢复的力量。第二点，11月初六拜三暗时7点半至9点，咱要召开第6摆的中级会议，请中级同工备办心来参加。伫会议的中间，咱要邀请牧区的组长，佮特殊工的小组的组长、青少年的负责的同工，将2025年度的活动、施工的计划，佮2024年的施工的报告来做一个提交。另外，当日拜三的门徒训练的课程，咱是暂停1周的。第三点，11月初10礼拜日，咱要召开12月21号拜六联合圣诞节的同工会，时间是伫下晡的1点，地点伫南台教会。咱12点50分要伫教会集合，做伙骑车来前往，请同工留意。另外11月初10礼拜日，佮11月24礼拜日的暗时7点半，伫大桥里的联合圣诞活动乐器组要做团练，请同工嘛留意团练的时间。第4点，11月30号拜六，咱的提摩太牧区要举行1日游的活动，时间是上午的8点到下晡的5点，地点伫高雄的科工馆中园公园，对象是中班到小学6年级的儿童，费用是100块。详细的报名的状况，咱会当来看教会1楼的公报栏的海报。好，第5点，本会手写本的圣经。咱伫今年即章结束了，咱要鼓励咱的信徒会当使用公报社推出的圣经充满我的天空本。那即个抄写本，即个手写本的内容的范围是希伯来书、历代志顶卷、下卷，佮耶利米书。邀请咱兄弟会当共同来推广，做伙透过写文字熟悉经文的信心的活动。咱若有想要买，会当伫1楼的招待道来登记，一本是100块。最后一点是咱本会即个月11月寿星，有11月12号金霞节，11月16号净宽节，11月25号的子安弟兄，佮有11月30号的美英姐、爱妮，佮有钟璇。等下咱会做伙请牧师为因来做生日的祝福的祈祷。好，咱做伙来先念即礼拜的经句，咱先用台语念一摆，做伙请。所以，恁着去调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信实的名。既若我所有命令恁的，着教示因，搁我伫你教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咱个有，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接着是咱要来读圣经的时间。今仔日要正道的圣经记载伫马太福音第28章第19节到20节。道真侪人踮伫咱的中间，充满稳定甲真理。阮有看见伊的荣耀，是天父独一的囝才有的荣耀。律法通过摩西颁布，稳定甲真理是通过耶稣基督来的。即时咱要请咱的儿童宝庆用华语来帮咱念这段圣经节。大家好，我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
您的名给他们施洗。20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感谢咱的李东。好，咱才将以下的时间交予咱的牧师。好，咱真多谢咱同工咱拄仔所读的圣经站其实是无改着啦所以咱的 PPT 是无改着，所以是马太福音书咱这个是咱做伙来为着这个细囝来献上感谢祝福的祈祷来我们站好对，来乔恩来来，你也知道要祷告对不对？来，好徛好咱徛好，咱做伙来甲因做伙三甲言祝福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知影，阮的生命是上帝你赏赐。阮嘛知，阮的生命要会当享受主你教育的恩典。阮嘛着有主你的真理活命的话，成做阮生命的粮食，互阮知影要安怎样伫这个世间为主你来活。当阮要将这个细囝、甲这个老师、甲每一个兄弟姊妹，同齐伫你面前献上阮的感谢甲祈祷。恳求上帝，你赏赐阮气力，互阮常常伫祈祷的内底来敲找主你的心意，互阮伫不相时用祈祷来认捌着阮生命尊贵，阮生命你创造阮的目的甲心意。也愿上帝你赐福阮，帮助阮这个细囝，互因学习主你的话语，通过这个老师，因嘛有好的灵修甲祈祷，通过因嘛会当造就这个细囝。伫未来的人生的道路，成做上帝你教会调节。主啊，愿上帝你成做阮的帮站，愿要掠耶稣基督做阮生命的根基，常常结连伫这葡萄树顶。愿上帝你赐福阮，带领阮这个细囝甲这个老师，互因真实用主你活命的话，做因生命引带因道路头前享受着丰丰富富的恩典。当阮伫你面前，嘛将阮今仔日头一次，甚至来到伫阮中间的兄弟姊妹，阮拢会当搁一摆献上感谢甲恳求。愿你祝福伫每一个伫阮中间所领受的兄弟姊妹，愿你的智慧、生命的恩典与真理，丰丰富富的赐福在我们当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好，我们再一次，要跟牧师说什么？好。好，来，我们再次拍掌鼓励他们鼓励他们，鼓励这些老师，甲弟弟看好感谢主牧师细囝这乔恩这礼拜手术真顺利啦，但是伊即马伊这有接尿管，然后现在有接尿管，所以也是非常辛苦。但是看他好像都不知道自己有那个东西他反而很自在，我觉得很感谢神好今日真欢喜，咱会当三甲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伫要开始以前我要邀请咱做伙来看一段影片这段影片其实是互我一个足深的感触，就是我看见我的细囝其实我一直咧期待咱今日主题其实牧师咧准备的时阵，我嘛咧思考，到底伫咱的生命中间要安怎样会当赢得这个世界什么叫赢得这个世界？不是要做一个夸耀者，不是一个骄傲的生命，乃是到底咱徛伫这个世界，咱要安怎勇敢，爱当互咱看见，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靠主得胜的生命那我本身看到我的细囝，特别是这个泽恩大汉的泽恩我是特别欢乐啦。我欢乐的是他有一个好像过动，或者是好像很躁动的这种个性。所以，伊伫专注的顶面，难免有当时伊会起骹动手，无小心去伤害到人。所以，但是牧师伫一直咧为伊祈祷，一直咧思考讲，到底要安怎互即个细囝去敲吹甲上帝即个足密切的关系。所以伫这2-3个月以来，我做一个动作，就是邀请伊参加一个合唱团。这个合唱团的内底，互我看到伊的面相的时阵，我感动，想要流目屎。所以咱邀请咱弟弟来做伙来看，伊安怎伫咧排练的中间的这个情景好来，帮我按一下。
帮我把华子拿掉，不要放在那。你看去出侪囡仔，因是足单纯安尼跳尔，但是当我看到泽恩伊咧跳的时阵，知影伊咧跳啥，知影伊咧创啥，伊享受伫迄个唱歌的内底、跳舞的内底，迄个目睭甲感动。这歌曲叫做《耶稣你是光》，吼。信你的我的王，我的主，我的王，你要互每一项代志成就，你要互每一项代志成就。这个是我的心，主啊，帮助我，互我知影你的疼。这条歌吼。这是我的生命，主啊，帮助我，会当应现你的疼，帮助我的生命荣耀你的疼。我要跟对你，耶稣，你是我的光，我要大声唱歌。信你我的主，你要互逐项代志拢成就，拢要成。因为目睭闭起咧跳咧，啊，互我感觉讲哇，细汉囡仔为什么伊目睭咧闭起？你看伊咧看边仔人吼，伊咧看边仔人，毋是咧讲你看我安怎跳哦，毋是哦。伊看边仔人是咧讲啥？因为伊惊伊侧误啦，吼啊，因为伊是中途加进这个合唱团，但是我看见伊享受伫迄个跳舞的中间，互我知影，伊每一摆要练歌以前，伊甲我讲爸爸，啊要来啊无？兄弟姊妹，我要讲啥物？今日咱这个主题叫做赢得世界。当我看见这个细囝，伊开始知影讲伊的生命，伊需要重视伊的生命。他对伊甲我讲，爸爸，等下，我讲等下，我知影伊要讲啥。伊讲等下礼拜煞，伊敢会当去看电视啊。但是我讲等下，伊直冷静落来哦，他懂得停下来哦，他知道什么叫做行动。他知道什么叫做他该做生命的改变。德蕾莎修女伊捌讲过一句话，伊讲疼是行动，毋是一种感觉。伊讲一句话，伊讲无私的疼，有行动力的疼，会看见需要，家己会安怎，愿意献上生命、时间甲金钱的疼。所以德蕾莎修女，咱知影伊的一生的中间。伫加尔各答这个贫民区的内底咧工作，资源真有限，但是伊坚持这个疼，安怎会当改变侪人的生命。我这礼拜的时阵，我看这个怡姐吼联络的时阵，我得到我很感谢神。伊即阵啊，我讲嘿怡姐啊，你最近哪无来吼？伊甲我讲牧师，我很专注。伊考上这个造服务员的1级的证照啦，伊这段时间拼命的背。我咧看伊的脸书，伊咧形容伊安怎样咧敲吹，伊会当做较好的服务，会当去帮助需要的人。所以兄弟姊妹，伊的工作本来就是服务的人，但是伊知影讲我要安怎较好。德蕾莎修女就是用这款的生命。无私的疼甲行动力。马丁路德金博士，伊捌讲过一句话，伊讲真正有价值的人生应该爱安怎？甲你边的人讲，你的生命要为别人而活。首先，你为自己而活，这咱拢知影。好，
啊，我嘛相信你拢常常想要为家己活，所以你超出你做侪你的需要。但是当你知影你的需要了后，你要了解，其实大部分咱的人生啊，普遍拢是为家己活较侪啦，对无？好，为家己想要食啥，为家己想要用啥，甚至想讲我要安怎得到较侪。但是咱有真侪时阵，咱毋知影要安怎为别人来活。所以你看一个青少年，伊到伫大汉了后，伊开始做老爸老母了后，伊会知影做爸母的辛苦。啊，若还未做爸母的，还未结婚的，伊会一直处伫，那亲像一个囝儿共款。所以当我开始进入做一个老爸的时阵，我才知影，原来为别人来活，为着我的囡仔来活，我就要安怎？我袂开钱安尼。我知影讲，每一分钱拢足重要呢。所以过去，当我的老爸老母，我的妈妈咧甲我讲，你钱爱较欠的，毋通乌白开。即句话我拢袂感觉安怎。即马感觉饲4个囝上重呢。兄弟姊妹，真正价值的人生，当我开始为着囝儿付出关注的心意的时阵，我看见我的细囝的需要，我知影我为伊来活是有价值的。所以，当我看见我为伊来活的时阵，我就看见我的细囝生命改变了。所以兄弟姊妹，今日爱因斯我有一段无写着吼。爱因斯坦伊捌讲过一句话，伊讲所以这句话，爱因斯坦讲的，这标题无书无拍着吼。爱因斯坦讲，真正有价值的人生应该为他人而活。但是马丁路德金恩博士他说什么？他说我们必须接受有限的失望，但不能失去无限的希望。兄弟姊妹，有真侪时阵，咱拢感觉安怎？我们失去，我们需要影响这个世界吼，要改变这个世界，爱需要啥？爱安怎？爱有钱，爱有势力，吼，爱有啥？爱有足侪能力啊！你可以当改变世界啦。敢是安尼？敢真正安尼？我认为你需要这物件，我头拄讲的这势力也好，财力也好，拢是有限的啦。但是当咱若接受这个有限的失望啊，咱若接受这个失望，但是咱无法当失去了啥？无限的希望，这才是上重要的。我感觉有真侪时阵，咱拢咧安怎？咱拢咧接受迄个啥？有限的啦。咱拢感觉安怎？我们没有办法失去这个什么有限的。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是重要的，但是更加重要，上帝爱咱会当去珍惜迄个疼、希望甲信心嘛。所以兄弟姊妹，今日圣经在讲什么？咱这回来探讨。所以恁着爱安怎？恁着去招万民来做门徒，甲因安怎？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要注意哦。甲因洗礼是洗啥？洗礼讲来，你来对我带你来吃香喝辣嘛。好，有这种洗礼吧？有哦。好，今卖诈骗集团因就做这代志哦，对不？我伫这个同心园吼，咱知影同心园，较早咱旧礼拜堂，迄全家便利超商边啊，迄间面店啊。有一摆我看到伊的姐姐，一个老老啊，迄是伊的姐姐，伊的姐姐的囡仔，吼，迄时我讲啊，恁的囡仔哪无看啊？伊讲好啊，牧师不要讲了，他去做诈骗集团，好，直接去柬埔寨哦。啊，他现在享受在做诈骗集团的那个成员哦。啊，我讲袂呢，我迄时阵看伊，我感觉伊袂安尼呢，足单纯的啦。所以兄弟姊妹。咱有真侪时阵，咱拢咧讲做洗礼，洗啥？洗脑，洗脑要安怎赚大钱啊？要安怎？要安怎做世间咱感觉好的事啦？但是神教导我们，主耶稣在死后，这是复活之后对门徒所说的话，重要的生命的大使命。伊所颁布的使命是啥？是爱信徒，得爱了解，得爱有信心。就爱去招万民来做啥物？做门徒。我认为基督徒有真侪时阵，咱拢无做真正完成这个耶稣的使命。是啥？来，你来对我。包含咱做爸母嘛是安尼哦。
咱做爸母，咱知影即个信用是好。咱头拄仔看去圣歌队咧唱啥？即个稳定安怎？够用的呢？但是咱拢无咧甲囡仔讲稳定够用啊。咱拢讲啥？智慧较够用啊，钱较够用啊。你若无趁大钱，你若无安怎样，你无法当创伫啥子？我认为毋是安尼。我认为，亲像当我看到我的囡仔，当伊的智慧，伊读册，伊无法度。有足侪时阵，数学最近几六个月拢是不及格。我开始着急啊！我着急了，我开始想讲，主啊，我咧烦恼啥？敢讲我无法当较陪伊较侪时间吗？其实我会使，所以我开始冷静落来，去看讲主啊，你的稳定够也我用。我要安怎将这个稳定嘛分享给我的囝儿？所以我的囝儿豆豆就冷静落来。伊知影，伊毋是单头我咧甲伊辅导啊，帮助他的心情得到稳定，不是啊。我是安怎？我是用主的疼去帮助你。所以兄弟姊妹，这段圣经节，伊的背景在强调门徒需要将福音传到位。啊，这个福音需要带向哪里？你可以，如果你听不懂牧师讲台语的，你看左边。要怎么样？我吩咐你们都要怎么样？第20节说什么？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你看，你姊妹，互万民做我门徒，代表什么？做耶稣的门徒，做咱正做福音传播的门徒，代表啥？咱是爱传福音的。你茫无传迄个福音的，你要爱人跟对你呢？所以，为什么人无要对咱行？因为咱无要讲福音嘛。因为你无感觉你的生命需要，你无感觉你的生命好啊。了解我的意思啊？所以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基督徒无法度通好去传福音？来，我们一起说：我的生命是神所赐的，我的生命会当去传主的稳定。会当去传主的稳定，你有感受到主的稳定无？有吧？有没有？我今天看小玉他诗会越来越沉稳哦，他的台语越来越流利哦，志明兄，你买使哦，你甲你边的人讲，你买使哦，来甲你讲哦，甲你边的人讲哦，苏荣杰，你买使哦，兄弟姊妹，洪兰姐，你买使哦。秀华姐，咱大家来讲，甲你边的人讲，你拢会使哦，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兄弟姊妹，我感觉人的一生的中间，领受这个福音，主甲人讲，主搁活了后，他复活以后，来到门徒的面前，告诉他们：你就去招万民来做门徒。因为耶稣伊死了，伊看见门徒安怎？门徒怎么样？门徒四散呢，他们信心是没有的呢。你会当想象无？耶稣伊做要搁伫世间要活的时，对伊的门徒是对伫伊边安尼服服帖帖做足侪呢。有足侪信徒，大家伫教会有咧做服侍无？有啊，嘛拢咧做啊。但是我讲牧师啊，你茫叫我去传福音嘛，这个我无法度啊。我做工就好啊。兄弟姊妹，主毋是要爱咱做工哪点？做工是一种服侍神，是一种回应神的一个行动，没错，是一个方式。但是服侍神更加重要的是啥？上帝爱咱的生命是会当去传。好，所以这个今仔日恁入来的时阵，应该有看到一个，那伫9点以前入来看到一个原住民伫1楼的所在做啥物？做交代。为什么咱交代遐侪人，想要搁一个少年的伫遐做交代？恁敢知迄啥物目的？除了学习，搁有啥？牧师要互经过的兄弟看到毋是讲这拢是老人啊。你莫笑哦。你若是一个较年长的人，你若去甲一个拢是囡仔的青少年的招待，你无啥敢入去哦。你会感觉讲这像少年我无啥敢入去。你想看觅人若经过咱大桥教会看到，大家拢真有年纪哦。少年人敢行入来？有可能嘛毋敢呢。因为过去我捌伫台中的时阵，
我去找教会的时阵，我嘛咧看，哇，这间教会敢若足沉闷哦，吼，我敢若我嘛无啥兴趣。当然，对外信用内底还阁无介稳定，无介坚固，所以我是看这外表。但是这个物件是真做一个，咱要安怎互更较侪人经过一间教会，是不是看到是无相款的气息？所以兄弟姊妹，主甲咱讲，恁爱去，招万百姓做我的门徒，这代表是一个军队的行动力、吸引力甲影响力。所以我一直咧鼓励咱的同工，我讲。咱做工啊，袂使无影响力啊。做工若有影响力，就安怎？就有效果啊。啊，有效果会安怎？我举一个咧，这个亚瑟哈原住民，伊讲牧师，我下个礼拜还要带一个原住民朋友，哦，什么族的？亚瑟，达悟族诶，好，伊是兰屿诶，兰屿人哦。我说哦，很好哦，有机会，而且他是在兰屿。是专门做什么？做民宿，以在这接待这些团体。那亚瑟，我认识亚瑟，他本身是泰雅族，他特别在做的叫做文化传承的教育工作。所以我对这个大学生当毕业无偌久，伊本身伊对教育文化传承非常有负担呐。所以他对人的带领方面，我跟他在一起，我学到很多。在那个过程的中间，我讲哦不错哦，假如有机会，我们大桥教会野外礼拜，我们可以有没有去过兰屿啊？没有去过，对不对？有几位哈，牧师神学院毕业旅行也是去过兰屿一次，非常漂亮。我觉得有机会我们可以办野外礼拜到什么？到兰屿去啊。好，我头拄讲的，伊讲的这个原住民，这个达悟族的这个原住民，他的爸爸就是兰屿教会的牧师啊。所以我有去过兰屿的时候，我看见兰屿因的教会吼，平常时拢是关起来哦，包含礼拜日可能小猫5、6只而已哦。伫外地你去岛屿，你会看到教会的文化，真正跟咱无相款。所以牧师期待讲，咱去外口面，咱来了解上帝要互咱看见，做咱身躯边的人，咱要安怎带出影响力，来建造一个真实有影响力的教会。好。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圣经在特别甲咱讲起，咱要安怎样来做这个操练，就是爱奉爸囝圣神的名。兄弟姊妹，你所做的别人洗礼的代志，什么叫洗礼？甲因洗礼的意思是啥？咱爱用信用，用主的真理话命的话，然后咱通过教会的制度，无相款的洗礼的方法。所以兄弟姊妹，今日的圣经在。到底你甲咱讲，要安怎建立一个赢得世界的教会呢？第一，咱来知影，主吩咐咱的，咱有去讲无？主教导咱爱安怎？爱有听无？要有爱心无？啊，所以你甲你的边仔的人讲哦，你着爱教导你边仔的人有听心，你爱教导你边仔的人有听心啦。所以咱茫拄着人咧冤家吼。那你的团体、你的同事也好，你的亲人也好，这冤家你唔通无要插，因为当你若无要插，你若无要为伊祈祷，甚至你无要去了解，我甲你讲，你的家庭，上帝互你会互你看到，互你无法当理解的事，愈来愈多。所以你的甲人的关系，你无法当处理一个有智慧的生命。所以。当咱基督徒，咱咧面对咱的亲人，包含咱的朋友，拄到问题的时阵，咱要安怎做？第一行，好，我们要怎么做？建立一个赢得世界的教会。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第一个，我们一起说哈，培养什么？深厚的信仰关系，建立稳固的门徒训练。好我一直咧鼓励兄弟吼，特别同工我会记得教会当开始咧用这个 line 群组啊。咱知影咱群组的时阵，拢是安怎？我会记得迄当时吼，这个咱的群组内底吼，应该较少人拢咧用咱。迄阵啊，你若有这个经历的兄弟，你一定会了解。大部分伫内底吼，拢是敢若小组长甲牧师伫遐咧对话，有无？大部分啊，吼但是你会发觉，今麦恁的小组，你们的 LINE 群组，你们在里面有没有在聊天谈话？然后群组还会进入到一个阶段，叫做什么？叫做都是转贴了，
好，还转贴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对话哦。然后群主还会进入到一个阶段，叫做啥？为你祷告。你若发觉这个群主内底开始拢是为人代祷，啊，无迄转贴什么其他相对无必要的，你会发觉这个群主就是啥健康的。但是牧师不是讲你袂使去转贴好的文章哦，不是哦。牧师的意思是感觉讲，咱伫群组的内底，咱爱知影，咱要安怎建立这个关系？为什么？这叫做归属感。你感觉咱建立的群组是归属感还是分别感？好，咱教会牧师特别强调讲，咱的群组唔通单头你聚会几摆，我较甲你诱入来，唔通做这种代志。为什么？因为你做这个动作叫做啥？分别啦，了解无？你来参加几摆，我较互你入来啦。啊，我就咧想一个问题。啊，伊若有疑问的时阵，他有问题的时候，你会知道吗？伊敢有可能单独会找你？应该不会啦。如果没有群体让他有归属感，他不会跟你建立关系的。所以，当你面对他的时候，你面对伊的时阵，你安怎？你会更害怕，你会不知所措，因为你完全没有办法在一个客观的环境里面怎么样去看待这个人。牧师的意思是讲，咱不是要去探一个人的隐私哦。牧师的意思是，咱要安怎让人伫一个疼的环境的中间，去得到一个归属感。伊若有归属感的时阵，伊会安怎？他会很喜欢敞开心，跟每一个小组里面的人怎么样交流？所以，像你今晚牧师鼓励咱，丹尼尔·邦德非洲的这个宣教师，伊讲过一句话，伊讲一个门徒，带来唔那是一个听众，伊更较是一个啥？诚实的信徒。意思是啥？咱带来吼，若是一个听众吼，意思讲，这个人吼，伊大部分拢是来听尔，跟伊的性命无啥关系啦。好，所以我每一礼拜吼，我讲这个亚瑟也好，原住民也好，因是对高雄来到遮哦，坐车来到咱台南哦，啊拜六来住伫遮吼，啊包含这个小猪，吼小猪跟他朋友吼，你们都是从高雄，你骑多摆还是坐车来？骑多摆啊来哦，对高雄来哦，甲你边仔兄弟讲吼，咱拢无比较远啊。所以咱来安怎？咱爱搁较逐礼拜，咱爱更加心重，咱每一摆亲近上帝。伊会要来是因为虾米？当然，这个所在无论牧师也好，无论咱人也好，一定有某一寡的人，互伊吸引人，愿意付出代价，安怎？我愿意跟对了，就跟他了。像你姊妹，信徒嘛是安尼，一个门徒你带来的，毋是甲人带来做听众。咱是爱互伊成做一个诚实的信徒，所以圣经常常甲咱讲：既若假是因遵守我所予恁的一切命令，就会记得我逐日甲恁三甲同在。耶稣常常要讲：我逐日甲恁三甲同在，与你们同在。因为伊知影门徒要做这个带领的工作不容易啊，所以留一下你姊妹。我们要做带领人的工作，传福音的工作，做一个有影响力的工作。我们所做的工作不单单是一个传递讯息，乃是咱来开时间，甲这个人建立一个真密切、深厚的信仰团体的关系。所以，兄弟姊妹最近他拄牧师有咧讲到，咱有一个姊妹吼，咱一个兄弟伊个查某囝，因只拜五吼。拢会固定来咱的小麦小组，咱嘛爱为着会宴节吼小组长来祈祷，吼为着因这个团体、这个小组内底每一个小组员祷告，因为这个谈话的过程吼不容易。第一个，时间的守时遵守，吼爱帮助一个人，伊也要学习遵守，帮助一个人，伊会当步入正轨，安尼咱就引带伊的性命安怎？豆豆啊，亲像圣经所讲，咱所看的圣经在，假是因遵守我所予恁的一切命令，敬畏上帝爱避烦心无？
咱要来到教会，甲人亲近，认啊一个真理，爱尽心无？爱呢，毋是凊彩的呢。兄弟姊妹，这就是上帝爱咱了解明白的事。所以我一直感觉教会一个有影响力，会当改变世界的教会是啥物？这间教会伊得爱将新信徒，这个信徒培育做啥物？做门徒啦。所以你问一下你旁边的人说：“哦，你是主的门徒吗？”注意哦，主的门徒是有一个对象哦，不是你是门徒吗？不是哦，是有一个清楚的，我是主上帝的门徒吗？我愿意跟着他做他要我做的事吗？好，所以咱爱常常伫教会内底，无论透过什么款的训练，咱爱知影小组还有查经，通过上帝话来帮助咱。祈祷聚会包含1对1的辅导。所以牧师真鼓励，咱有头一次当来到教会遐这，牧师愿意伫礼拜三陪伴咱做伙来学习人物真理，嘛互咱更较了解大桥教会，吼咱做伙来看一段圣经，咱做伙来谈吼咱用华语来谈吼，来，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耶稣讲，伊是葡萄树，咱是枝。特别咱甲耶稣基督有一个结连的机会，咱就会当成做一个门徒，主的门徒，性命有根基啊。因为咱是结连伫这个葡萄树顶面，所以兄弟姊妹，咱伫基督有一个深刻的连结的信仰关系，自然而然我们就可以做什么？了解我的意思无？所以耶稣伊咧甲咱讲，你若常常伫伊的内底，在耶稣基督里，这个人就会怎么样？多结果子。那假如我们没有结果子，代表什么？反向思考，我们没有结果子代表什么？代表啥？你无伫主的内底啦，你无咧常常结连伫这葡萄树顶啦。你知影你是枝，但是你无结连伫这葡萄树顶啦，所以你未结果子啊。所以兄弟姊妹，咱有真侪时阵，为什么咱袂结果子？因为咱无咧常常思考主的话，咧教导咱安怎来遵守。约翰福音15章接续后壁，耶稣讲啥？伊讲恁着爱彼此相疼，亲像我疼恁。所以兄弟姊妹，我们要不要彼此相爱？你今天回去回到你的工作禾场，你要开始去想，你跟你的亲人有没有言语上的霸凌？有没有关系上的关系顶面的磨合上面的破口？你要认罪，你要常常为着这样代志来认罪悔改。所以我常常我头拄咧讲起，一开始我讲起，我看见我的泽恩泽恩为什么也动手打人？因为爸爸会打他。你要想象是这样，应该也是这样，对不对？我的孩子为什么他很容易动手打人？因为他知道看到爸爸看到他们不对，马上动手打他，对吗？所以我开始认罪悔改，讲哇主啊，我袂使去怪我的囝，是我的问题啊。所以我认罪悔改，我的话干啥？我跟我的孩子的关系就怎么样就好了。你就不用在那边想说哇主啊，为我的孩子祷告，怎么样改变他？没有啦，不用，因为你知道，主要你做的就是爱你的孩子。所以兄弟姊妹，你们要彼此相爱。当我看到我的老二、老三，我的老大在打他的弟弟妹妹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说：泽恩，这是你的弟弟、你的妹妹呢，这是你的哥哥呢，你有了解伊在创啥无？他们讲的，你就知影，来互相道歉，马上改变。所以兄弟姊妹，有真侪时阵，咱要改变这个世界，我们要赢得这个世界的意思，就是带来环境的改变。所以兄弟姊妹，第二我们要怎么建立一个赢得世界的教会？我们要勇敢的向社会传扬福音，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好，葛培理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布道家，嘛是福音派的一个布道家。伊捌讲过一句话，伊讲福音有气力改变人的心嘛，并带来世界的改变。所以我认为每一个布道家因的能力甲气力，
唔是因家己本身即个人，嘛唔是讲牧师讲话较大声、较有气力，唔是，是在伫我所讲的背后，即个真理的内底福音嘛。所以兄弟姊妹，圣经马可福音书16章15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耶稣一直交代哦，交代咱哦，恁爱往普天的去，是往恁兜去，还是往大桥教会去？是往倒位？普天的呢，唔是往大桥教会去，较咧讲福音呢。哦，唔是讲你去倒一间教会较咧讲福音的，唔是呢，往普天的。所以我一直咧想讲，咱真做一个信徒，我们要如何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将福音带出去？第二个，罗马书1章16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什么？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对迄当时保罗来讲，伊清楚知影，伊了解，这个福音，伊袂当因为福音来比较见效，因为伊讲我无掠福音做见效，因为这个福音本来就是啥？上帝大亏咱，兄弟姊妹，福音是啥？我搁讲一遍，福音是啥？会记得，福音就是上帝的大能。所以，当你去传福音，就是传什么？上帝的能力啦。好，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即使是在病痛、忧愁、跨路的内底，咱要知影，你是一个领受福音的人无？你若是领受福音的人，咱就爱安怎？爱有气力无？你的气力对倒位来？对上帝来。好，毋是对你所讲的物件来，嘛毋是对你家己外口讲话，毋是，是大气力，上帝大气力。要救啥物？救啥物人？相信的啦。所以你有相信无？你若无相信，我来讲，我搁甲伊讲较侪福音嘛无路用啊，爱了解无？所以我感觉保罗伊讲这话真有意思，嘛真有伊的目的，要甲咱清楚表达。彼得前书3章15节讲，只要心内尊主基督做神圣、做圣洁的。有人若问恁讲，心中的望的原因是对倒落来，就爱常常心准备啦。爱用什么心？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啊，我感觉有真侪时阵吼，咱毋知要安回答，拢是因为啥？咱真正无尊主做做咱的主啦。主哈，你要把那个主哈，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第三人称啊，你要把它当作是一个什么？他是我生命主要的那一位。好，主基督是圣洁的，是神圣的。有人如果问你心中你的盼望是哪里来的，你要做好准备哦。好，有当时哈，你的囡仔问你哦，阿嬷、妈妈、爸爸，你为什么要去教会啊？你要把这个问题带等于你灵修祈祷的时阵哦。你为什么要去教会啊？你讲会出来无？伊的意思就是安尼。啊，就袂歹咩？啊，我都唔知要安怎讲啦，讲到最后咧冤家咧。你有温柔吗？你有敬畏的心吗？兄弟姊妹，神要我们去传福音，我们需要预备心，用一颗温柔敬畏的心来面对我们的生命。第三，我们怎么建立一个赢得世界的教会？第三，我们要活出见证的生命。兄弟姊妹，我所咧讲的这个，你会发觉，拢有侪拢跟咱的生活有相当的关系，对不？所以你要常常咧想讲，有人讲为什么要做见证？不需要啊，好，传福音只要把圣经里面的真理讲出来就好了，不是？包含什么？包含生命的改变。神的话。它里面都是每一个人生命的改变。保罗生命有改变无？伊一开始是扫罗，伊的生命一开始是逼迫基督徒的，但是后来生命上帝互伊蒙，耶稣互伊蒙着，是伫青暝无通看的时阵，耶稣亲目互伊看着，最后目睭好起来，伊的生命就改变。圣经内底有真侪人，包含啥？约拿，互大鱼食去，有无？最后，伊清楚知影，伊的生命的目的，就是爱遵照上帝予伊的启示去传福音。
所以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中间拢是安尼。圣经内底，无论摩西也好，最这领袖也好，拢是因为领受着伊的生命要安怎为主做见证。为主做见证的人有快乐无？有哦，会很有力量哦。小猪，我每次听到亚瑟在讲的时阵，拢会讲得上小猪是这个在水底的渔猎达人啊，他游泳非常厉害，他游泳可以下潜大概快5分钟啊，点力哦。无喘气伫水里，要到5分钟。你莫看迄世界汉呐我讲受咧足紧的。兄弟姊妹，我感觉上帝互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伫伊的生命本质的内底，除了有能力，更较重要是啥？伫伊生命温柔的心啊。有一摆我听到，有一摆我咧食饭的时候，我讲小猪，请你来祷告。我听伊咧祈祷，带有温柔、良善的心。他前阵子听说好像失恋了没有失恋，没有失恋，我听错，我记错。他对待他的女朋友，他是非常的温柔。我就觉得说，你不简单，我要好好跟你学习，因为我对待我的另外一半不管以前到现在，其实我是一个蛮大男人主义的，但是我看见讲哇，他可以如此的温柔对待他身边的异性朋友的时候。我感觉迄种温柔的疼无简单呐，在座的兄弟只要是弟兄你在面对你的太太，面对你的另外一半，是温柔的吗？我相信有些人大部分都是很大男人主义的，但是我感觉温柔的心最重要，因为这个温柔的心就是活出见证的生命，伊嘛是真做社会家庭的内底光甲阳啊。所以兄弟姊妹，威廉·威伯福斯伊是什么人？这个英国的政治家，伊本身活伫一个足好业、富裕的家庭。伊少年的时阵，伊读剑桥大学，18岁的时阵当选国会议员。伊伫年轻的岁月内底伊过着真奢华的生活。但是有一摆，伊的人生开始转变是什么时阵？就是伊拄着约翰牛顿，John Newton。咱知影 John Newton 是什么人？伊是写《Amazing Grace》。顶礼拜无事，跟咱分享。John Newton 伊是安怎？伊的生命经历是拄着，因为伊是咧贩卖奴隶的奴隶，所以呢，这个 John Newton 伊破病的经历，后来认捌这个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的价值。所以呢，这个威廉·威伯福斯，伊看到这个 John Newton， 伊安怎样为着这个社会的这个奴隶来制定，甚至付出伊的心力。咱知影John Newton伊过去嘛是共款开船，咧买卖这个奴隶啦。所以这个威廉·威伯福斯呢，伊看到这个John Newton 这个基督教的信仰，竟然是遐尔好，遐尔有疼心。所以呢，这个威廉·威伯福斯，伊坚持这个正义的信念，伊嘛对上帝疼，伊嘛开始转变伊的生命。最后咧，伊伫1833年，1833年，伊促进英国通过奴隶制度的这个废除法，所以伫历史的顶面扮演足重要的角色。所以伊的角色是安怎生命做改变的？是对倒位来？对John Newton， 对伊身躯边的人来。所以兄弟姊妹，你莫小看你家己所做的每一个小动作。当你对一个智微细的人，你有法度通吞忍、温柔款待伊，就是咧款待耶稣基督。兄弟姊妹，主嘛甲咱讲，伊讲有人问讲，主啊，我当时对待你，我当时互你食，互你穿，耶稣讲啥？耶稣讲啥？你做你智微细的时阵，就是做伫我的心上啊。所以兄弟姊妹。有真侪时阵，咱伫活伫这个世间，有真侪时阵，咱用咱的观念、看法伫看待这个世界。但是这个世界需要什么？需要福音，需要听，需要咱每一个基督徒扮演好做咱工作以外，上帝爱咱做使命的工作。所以兄弟姊妹，马太福音书第5章14节到16节，我们一起来读最后这段圣经节来。
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看起这段圣经，在我常常咧思考，咱的生命是不是真正伫世间上做人的光啊？还是人看到你黑暗来啊，恐惧来了，害怕来了，好，不要拒绝，不要拒绝一个可能是他就是耶稣，他就是神派来让我们去体验我们跟神的关系的重要人物。所以兄弟姊妹，你是不是世界的光？你是不是真做你身躯边的人，伊需要的时阵？你唔通改安怎？伊讲15节讲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是放伫倒位？灯台上面啦。爱做什么代志？照亮一家的人啦。所以恁的光就爱安怎？要照在人前，不是照在人后啦。你行你的，我伫后壁甲你照光，够有可能伊免怎向前，伊无可能向前行。兄弟姊妹，我们的人生命要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我非常喜欢。咱这回来看一段最后一段小小的影片哈，来帮我按一下。游乐场里，狗狗跳进了一个水坑里玩耍，就在准备上去的时候，却由于坑面太光滑，不停地在原地踏步。狗狗好不容易快爬上岸，又滑到了原点，但狗狗并没有放弃，它快速踏步，各个角度都尝试一遍，但可惜的是，依然没法爬上去。多次尝试无果后，狗狗愣在了原地，它似乎正在思考着。过了一会，狗狗继续往前跳了几下，再次滑下来后，狗狗竟然开始倒着行走，没想到竟然顺畅了许多。狗狗出乎意料的成功爬出坑，真是太聪明了。看来有时候遇到困难要学会反向思考，说不定就能看到事情的转机。无使用这短短的影片吼，跟咱做伙分享。有当时咱活伫咱的世界，就亲像这只狗啊，吼，亲像伫这游泳圈内底，吼，不是游泳圈，在游泳区，吼，游泳区域里面，咱活伫这世界时，咱拢一直咧努力咧向前。有当时咱会感觉咱做努力咧行，但是行袂出一条好的路。但是咱要安怎做？我们要反向思考，神的爱往往是让我们学习用换个角度来看，你会看见到底咱的生命要安怎做伫一个至美世人的心中。所以我真爱一条歌曲，把爱传出去哈，把爱传出去，传到街头和邻里，把爱传出去，无论刮风或下雨。最后副歌，爱要分享，不要犹豫，快快乐乐传出去。爱要分享，不要放弃，把握机会传出去。歌词真有意思，因为伊咧讲的听是爱做啥物？听爱做啥物？分享哦，爱传哦，不要犹豫，不要放弃。不要犹豫，要怎么做？要快快乐乐的，爱分享出去哦。即便你分享的时候会遇到怎么样？人家会说。你的爱好吗？你的爱够吗？你的爱真的有爱吗？快快乐乐的传嘛，对不对？不要想太多嘛，分享出去，不要放弃，把握机会传出去，因为迄个时阵就是上帝爱咱做的代志。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不相时思考咱的生命要安怎来完成主所托付咱的大使命。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赏赐予阮生命一个要紧的使命工作，就是你呼召阮真做会当处得赢得这个世界重要的人物，就是阮爱真做这个社会更加赢。愿上帝你帮助阮，用你的听来充满阮，赏赐阮信心甲气力，学习去关心并服侍这个世界。需要的人，求上帝你，互阮会当真做一个活活生命的见证，会当吸引人、引带人、影响人，因为阮的生命是上帝你救赎回来，赏赐互阮
丰丰富富、稳定的生命。恳求上帝你圣神也帮助阮，互阮学习既然伫耶稣基督的内底，是会当结出圣神的9种的果子，有仁爱，有喜乐，有和平，有忍耐，有温慈，有良善，有信实，有温柔，有节制的好生命。愿你帮助阮的生命，常常会当成做主你稳定表路的媒介。那亲像主你所讲，阮是世界的光，为着就是爱放伫灯台顶面，会当照光全家的人。伫人的面前，会当互人看见阮的好行为，来学乐上赞主上帝你的大快乐。恳求上帝你帮助阮，叫阮常常会当持守这个使命甲呼召，互阮的生命自执伫大桥教会，会当成做大桥里，搁较侪人生命的祝福。伫教阮见主你面的时，主你要讲好，搁尽中的劳福，通到主你为阮所备办，迄个分享主你所享受的快乐甲祝福。愿上帝你嘛帮助阮，享受阮教业的快乐、精神甲体力。当阮少年，阮的亲人朋友，特别阮要为着妙龄节来献上阮的恳求。主耶稣，你捌讲，既然有劳苦背重担，通到主你遐去，你就要互阮生命得到安息。恳求上帝，你嘛享受快乐，帮助妙龄姐妹，伫伊所信的内底，通得到属天的安息。虽然身躯承受最病痛的苦痛，总是伫伊的内心悠然有主你的疼。当正人，阮三甲伫祈祷、代祷的内底，阮嘛要常时得到教业的快乐甲帮助。特别嘛恳求上帝，你享受快乐，帮助着爱丢乐。当伊常常伫少年伊的查某囝的身躯会痛疼的时，阮嘛要恳求上帝，你享受伊教业的体力甲快乐，互阮常常伫信心的内底来超找上帝你所享受互阮的稳定甲祝福。恳求上帝你圣神帮助阮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阮三甲会当领受这个稳定甲祝福。恳求上帝你嘛将这个平安享受互阮，愿你赐互阮将你的智慧甲疼痛享受伫阮每一个伫你面前献上祈祷的人，互阮拢平平得到利益。同心祈祷恳求，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这是咱做伙同心来做奉献回应的诗歌，257首求主复兴教会，咱做伙起立来吟。请坐，咱做伙同心来奉献。基督徒，咱用奉献来做咱生命的回应。求上帝帮助咱，互咱每一摆奉献，备办咱的心，备办咱的金钱，是为着要回应主的稳定。做伙起立，咱做伙来吟上奉献的诗。
咱做伙来做奉献宣告的祈祷。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手术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亲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性命。我确信奉献是性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赐予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咱犹原徛地，咱做伙来吟上行的诗386首，天的万邦万国万民。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正大家三甲地底，互咱每一摆三甲自责，咱就记得主的话，诚做咱生命的粮食，互咱更加有气力，彼此的关系更加建立和睦。主所疼的生命，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立倒聚会。牧师来介绍咱今仔日的新品，叫做汤圆。欢迎你来你们很远对不对？早上很早起但是我觉得我们待会咱即摆平安夜时间咱用这个礼拜刷的时阵，所以